你好，549-8号报务员为您服务。你好 Hello。你好。Hello。I'm not Chinese. I want to speak English. 既然你只会英语的话，那你可以选择2号线 English 啊。我只会说一点点的中文。啊，只会说一点点中文是吧？对。请问您的国籍是哪里的 ？English。英国的国籍是吗？对。那您最好呢，就是说您拨打1086的时候呢，它前面不是有个普通话按1？不是，我听不太懂。听不懂英语啊？不是，我听不太懂你们的中文。现在您会听？你说的是中国姓吗？对啊，英文姓您是姓什么？我中国姓是姓汤。姓唐？汤。姓汤？对。姓汤啊？对。那是姓什么？啊？那您英文姓是姓什么呢？Perry。对。Tom Perry。您不是我们中国的人是吧？对。那请问汤先生，您拨打这个电话呢，需要我帮您做些什么呢？我只想问你一下，我怎么打不出电话去了？打不出电话去？对。能不能接听电话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？对，这个卡3年没有用了。好长时间没有用了？对。有没有查清过里面还有多少话费啊？这么长？拨打100867。100807。100867。10087。1067。不是1067，而是100867。1008671008607。1008607。对，拨打这个电话不收费，它可以告诉你您现在的余额是多少。不是，我要是往我家里打呢。让我家里打电话，你现在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在烟台。我说您让我家里打，你让我哪里打电话呢 ？English。往英国打电话。对。往英国打电话呢，你需要把话费充上以后才能打呀。那我充上以后怎么打？一开始都是他们给我拨的号。啊，一开始都是他们给你拨的号。对。你要往英国打，你可以直接拨打12550，你可以在手机上呢输入12550。12005。12550。哦，在不是，我在加什么？您英国的国家代码是多少？再加上国家代码。607吧。我来帮你查询一下，你稍等一下好吗？好的。Hello。你好，先生。您好，汤先生。您稍后呢，就是说您把话费充上以后，您拨打12550，然后呢是00，然后是44，就说英国的国家代码呢是44。哦。然后呢再打您家里的电话呢就可以了。我不是给家里打。您要给谁打？给拉登，小布什。是给您的朋友打是吗？对。那您就是说在前面加上这一串以后呢，再加上您的朋友的电话就可以了。我可以把。那你能帮我查一下拉登的电话吗？拉登的电话。哦。拉登是
谁？我朋友。他的电话呢？我这里查不到啊。您需要知道他的电话，你才能拨打他的电话。他不是，他小名叫狗绳子。他叫狗绳子，不太清楚。我们这里呢不是查号台。如果说您要查这号码的话，你可以拨打114咨询一下能不能查询。114。哎，对。那不是报警电话吗？114不是报警电话呀，报警电话是110。那抓小偷呢？110。那小偷跑得快还是警察跑得快？当然是警察跑得快了。小偷要开车，警察要跑呢。那如果警察开警车，小偷要是跑呢？那就是倒霉了呗。然后您还有什么其他移动业务需要咨询吗，先生？我这里一开始信号怎么不好？信号不好。对呀。那怎么样？我听您说话挺清楚的呀。不是，我这是在地面上，我要是在山洞里呢。你要在山洞里的话，信号呢肯定会受到影响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跑到山洞里去呢？我上山洞里面睡觉啊。上山洞里面睡觉。哦。您这信号呢，在山洞里呢，还是需要改善。就是说，虽然说移动的信号呢，相对其他信号呢能稍微好一些。对。但是呢，就是说，它不可能在任何地方信号都好，是吧？有基站覆盖的地方信号就好。不能在我山洞门口建个塔吗？好了。不能在我山洞门口建个塔吗？我出钱。我有的是钱，满头大大的。哎，有钱。哦，对，有钱。有钱也不一定什么事都能办，是吧？我花钱买一个塔。可以自己买一个，自己安上，这样您的信号就好了。